乜你個人咁論盡㗎？你係邊個？叫咩名啊？對唔住阿 Sir， 我唔係有意㗎。我唔係阿 Sir， 你唔好亂咁叫啊！我要你唔好要我賠啊，阿 Sir， 我冇錢㗎。嚟啊，阿 Sir， 嚟啊，嚟啊，阿 Sir。我都話我係叫阿 Sir 啊！我哋走啦。我早就叫你不可亂吃藥，你偏不聽。你盲了有誰可憐？我給你的信，如果你不親自看，那多糟糕。但為了你的眼睛着想，我還是暫時少寫一點吧。反正我就要入研究院了。你叫我買眼鏡，那是很難的。一來你配了眼鏡未必有用，二來價錢很貴。我的眼鏡今天也給一個女孩子弄碎了。我不打算買過一副新的，換個眼鏡片算了。睇住先啦，我去食飯啊！喂，乜你都會出去食飯嘅？阿少見喎。Johnny 啊，快啲嚟接班啦！乜你咁遲㗎？喂，陳仔啊，你趕住翻去坐書都唔使咁㗎，因循嚟向館長告你一狀喎。哇！乜你依家仲敢嚟呢度啊？點解唔敢啊？你唔係有次砸爛你個眼鏡啊？我係啊！父親，我這幾天看了一本